表皮焦褐，油脂白色，肉色粉嫩，視覺效果直接拉滿啦。你餐5個人，合共消費678啦。大家好，我有句講句嘅斜槓壯年 Theo。廣州都終於開始轉涼啦，今日咧就應一應季嚟試一試呢間二少啊。其實完全係因為最近都有刷到唔少關於呢一間店嘅視頻，吸引我眼球嘅咧係呢個賣相相當有食欲嘅黑金毛骨羊腩，都仲係嗰句食過先係自己噶。順便打翻個廣告啦，食羊肉又點少得清新解膩嘅蛋黃鴛鴦爆檸岩茶呢？清湯黑金毛骨羊腩單獨裝盤出餐噶，並冇直接加入煲底入邊，完全可以感受到店家對呢一份清湯黑金毛骨羊腩賣相嘅自信心啊！表皮焦褐，油脂白色，肉色粉嫩，視覺效果直接拉滿啦。本來想講呢個價格之下有啲貴噶，但仔細諗咗諗，呢個羊腩改刀十分大方，唔單止去骨，仲收得特別方正添，先會有咁誘人嘅賣相啦。烘埋少少就可以聞到明顯嘅煙燻香氣啦。據說咧係用禾稈草彈過噶，特意先試一試呢個清湯滋補鍋底，喺比較少嘅其他調味干預之下，羊皮部分嘅禾稈草煙燻味十分霸道噶。我中意煮多一陣，羊皮嘅口感會更加軟糯，羊肉食唔出騷味噶，本身嘅鹹度咧都唔高，可以點啲標配嘅檸檬葉腐乳提一提味。我哋仲加咗清湯羊腩排，呢套羊腩排咧係唔帶皮噶，改刀方正，基本咧都係一啖嘅大細，肉比較腍噶，係一扯就脫骨嘅狀態。嚟都嚟咗啦，試完清湯咁一定要試一試紅燜嘅紅燜羊腩同埋呢個紅燜羊靴。對比之下呢，我覺得軟糯微彈嘅羊靴更加啱我口味。雖然軟糯啫，但唔會過於酥爛同埋黏口噶，係恰到好處嘅口感。調味上除咗一定會有嘅柱侯醬之外，仲食出咗少少嚟自花生醬嘅黏稠感同埋香氣。我特登留咗半份黑金毛骨羊腩加到呢個紅燜煲入邊噶。實踐證明，雖然紅燜咧會輕輕遮蓋住佢原本嘅色澤分明啊，但卻更加啱我口味噶。唔再係禾稈草嘅煙燻味一枝獨秀，而係融入咗更加多嘅風味。如果柱侯醬嘅量可以再多啲，估計咧會更加好食噶。我哋仲加咗清洗得非常乾淨、冇任何異味嘅羊肚，仲有肉眼可見蝦粒滿滿嘅蝦滑啊！一般呢啲火鍋店入邊嘅蝦滑，其實咧我並唔會抱太大期望噶，畢竟大家咧都係拎差唔多嘅成品蝦滑，亦都因此啊呢度嘅蝦滑俾咗唔少驚喜俾我噶，口感十分紮實彈牙，粉感甚微，甚至煮耐咗都冇變大噶，蝦粒喺口中嘅存在感咧都特別明顯，提供咗同蝦膠唔一樣嘅脆感啊！我強烈推薦啦！本來咧仲想點多份羊肉片嘅，結果咧已經售罄啦。老闆都因此送咗我哋一份涼拌羊雜，雖然係涼拌，但卻充滿住暖暖嘅人情味啊！呢餐5個人，合共消費678啊！有嗰句講嗰句，工作日嘅晚飯時間，鋪頭入邊咧坐得揼揼冚噶，而且都有唔少老廣嘅身影啊！對於一間開喺老城區嘅中餐嚟講，可以獲得呢啲哥哥姐姐嘅支持，確實咧都仲係有啲料到噶。肚量有限，今次咧淨係試咗羊肉煲啫，下次有機會再嚟試一試呢度嘅小炒同埋乳鴿啦。兩個全新欄目，自費自願嘅 Theo 飯局，以及由我請客嘅跟住 Theo 去摸魚，即日起不定期盛行，歡迎新老朋友入群，踴躍參與，繼續同我一齊飲飲食食，人生積極，好嗎？